接下来，我们有请陈文士老师。陈文士老师现任天籁营社常务理事，本籍金门。师承黄冠仁老师学习吟唱，并跟随陈文华老师学习古典诗创作。他所要吟唱的是2019天籁诗奖天籁组优胜作品。第一首是陈文士《广东粥》。海草山顶桂一洞，西湖新美玉银光。眼如河撇三春美，美晒两根八步红。满室花椒新扑鼻，轻点。家鬼温会中，天涯客机魂会苦，梦寐依依老足红。海草山顶桂一洞。西湖新美玉银光，眼如河撇三春美，美晒两根八步红。满室花椒新扑鼻，轻点。家归温会中，天涯客机魂会苦，梦寐依依老足红。吟唱自己的作品，就感觉真的是很特别的。第二首，老师要带来是郑景生的《红豆车轮饼》。雪线红线我一领，炎炎温和软绵心。幽香淡素心耳味，只有清香不离情。俩我相思是红豆，当年初识真亲亲。虽然到老情无悔，为你点心写诗典。所写红线我一人，炎炎温和软绵心，幽香淡素心耳味，只有清香不离情。让我相思是红豆，当年初识真亲亲。虽然到老情无悔，为你点心写诗典。不笑。谢谢陈文士老师。红豆这一首《红豆车轮女》这一首，这是我们有部作品，算是非常好的作品。